老鐵們，你們信不信？有些人的命是拿碗熱麵換回來的。都說人死不能復生，可青石鎮偏偏出了樁奇事。你笑？你盡管笑。瞎眼柳把竹竿往青石板上一篤，空洞的眼窩正對沈長安，像兩口枯井。沈掌櫃，我再說一遍，後晚子時你必死，回去把棺材備好，壽衣穿上，別到時候手忙腳亂。青石鎮逢集，街上人頭棧動。沈長安手裏拎着兩包桂花糕，正要拐進巷子回家，被這突如其來的話釘在原地。他回頭看了看，算命攤支在街角老槐樹下，一張破桌，一條長凳，桌後坐着個瞎眼老頭，頭髮花白，眼窩塌陷，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布長衫，看着跟叫花子差不多。沈長安笑了，老頭，你瞎了眼，連哈蒙拐騙都不配。你倒是說說，你怎麼知道我姓沈？瞎眼柳微笑，他衝桌上摸起一根竹籤，在桌面輕輕敲了兩下，不緊不慢地說：沈長安，青石鎮永安街審記報莊長舉，年35。3年前喪妻，妻子林氏秋娘，死於罰而不退。你有一女，名喚小婉，今年7歲。沈長安臉上的笑僵住了，桂花糕的紙包在他手裏發出細微的響動。你倒是做足了功課。他聲音沉了下來，誰告訴你的？瞎眼柳搖頭，未人告訴我。你面像上寫着面像。沈長安冷笑，我一個鼻子兩隻眼，跟別人有怎麼不同？不同大了。瞎眼柳抬起手，虛空指了指沈長安的臉，你印堂發黑，不是尋常的晦氣，是死氣。這股死氣從3年前開始積到現在，已經合住了整張臉。後天晚上，子時3刻，死氣封喉。沈長安下意識退了半步，他不信這些，他是生意人，信的是秤砣和銀兩。可這個瞎老頭說出了他亡妻的名字，林秋娘，這名字他3年沒跟外人提過。你到底是誰？沈長安的聲音變了。瞎眼柳沉默了一概人，把竹竿橫在膝上，像是斟酌了苦酒，才開口：我是誰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只剩3天了。3天？後天子時，算上今天，你船有3天。沈長安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忽然把桂花糕往桌上一擱：行，你說我要死，那你倒是說說，有沒有法子破？他本是磨心一問，做生意的都這樣，先問價，再決定買不買。瞎眼柳卻嘆了口氣，有一條路極難。說3日之內做滿100件善事。瞎眼柳的聲音壓得很低，像怕被雜魔人聽見。件件真心，不可有假。若是做滿了，天道記錄在冊，或可抵消這樁死劫。沈長安皺眉：100件，3天？對，要是做不滿呢？瞎眼柳把竹竿又讀了一下，聲音乾巴巴的。那就回去準備後事。後晚子時，閻王不等人。沈長安盯着他，試圖從那將老臉上找出破綻。可瞎眼柳的表情像一塊舊木頭，雜魔也看不出來。船有一樁。瞎眼柳忽然又開口：這100件善事，必須件件出於真心。若是有一件是假的、虛的、做樣子的、不情願的，百善不成立，死劫照舊。天道不認假賬。沈長安心裏落噔一下，他是做布匹生意的，假賬2個字戳到他心窩子裏了。他沒再說話，拎起桂花糕，轉身走了，走出10幾步，他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老槐樹下，瞎眼柳端坐不動，像一株沒了眼睛的泥像。風吹過嚟，槐樹葉子嘩啦啦響了一陣。沈長安打了個寒戰。清晚，沈長安把小丸哄睡了，自己坐在堂屋裏喝茶。茶是去年的陳茶，味道寡淡。他捨不得買新茶，跟捨不得做苦多事一樣。他想起白天的事，覺得荒唐。一個瞎眼老頭在大街上說幾句嚇人的話，他就慌了。他沈長安在青石鎮做了10年生意，雜魔人沒見過，雜魔蝦沒踩過，一個算命的能拿他怎樣？可那句林秋娘3個字，像根刺扎在喉嚨裏，
吞不下去。他往亡妻的牌位看了一眼，牌位是塊便宜的松木板，上面寫了亡妻林氏秋娘之位，擱在堂屋角落的公桌上，前面一碟花生，一杯涼茶，3年沒換過。沈長安忽然覺得有些心虛，3年前的事他不願想，可那個核老頭的話像一把手，把他按在過去裏，讓他低頭看。3年前的秋天，林秋娘發熱，頭一天沈長安覺得不礙事，秋天燥熱，罰一罰就好了。第二天，秋娘燒得賴害，躺在床上起不來，說想喝粥。沈長安讓伙計熬了粥端去，自己忙着盤貨，沒進屋看。第3天，秋娘燒得說胡話了，喊着小院的名字。沈長安這才慌了，去藥鋪找了一服藥，可藥煎好端到床前。秋娘已經沒力氣喝了，她死在第4天清晨。沈長安記得很清楚，那天他握着秋娘的手，手是涼的。他想說點雜麼，嘴唇動了動，雜麼也沒說出來。他後來把那服藥扔了，藥沒喝，人沒了，留着藥做雜麼。這件事他沒跟任何人提過，鎮上的人只知道沈長舉喪了妻，未人知道細節。可那個核老頭怎麼知道秋娘的名字？沈長安把茶碗擱下，去了後院。後院有口井，井邊有棵棗樹。秋天了，棗子落了一地，他懶得撿。月光照在井緣上，亮亮的。他站了一蓋人，覺得沒雜麼意思，轉身回屋。夜裏，沈長安做了一個夢，夢裏他躺在3年前那張床上，身邊是林秋娘。秋娘穿着生前那件藍布褂子，頭髮重重挽着，臉白得像紙，眼睛卻是亮的，亮得不像活人。他坐在床邊，低頭看着沈長安，眼淚一滴一滴往下掉，掉在他手背上，燙的。相公，他開口，聲音又輕又軟，像隔着一層水。你該船了。沈長安想動，動不了，想說話，嘴巴張不開。秋娘的眼淚越掉越多，忽然他伸出手，輕輕摸了摸他的臉，手指冰涼。相公，你欠我的，該船了。沈長安猛地睜開眼，屋裏漆黑，窗外有蟲子叫，他喘着粗氣，額頭上全是汗。他伸手摸了摸臉，不是汗，是淚，枕頭濕了一大片。他坐起來，擰了很久，月光從窗縫裏透進來，照在地上一條細細的白線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秋娘死的那天早上，也是這樣的月光。第二天一早，沈長安未開門做生意，他去了鎮西頭。鎮西頭有座小廟，廟旁邊支着個掛攤，攤主叫周半仙。周半仙不是瞎子，是個瘦高個矮的中年人，留2撇八字鬍。據說年輕時在龍虎山學過幾年道術，看面相手紋八字樣樣精通。鎮上人遇着大事，喜歡找他看一看。沈長安以前從不信這些，但今天他一早就來了。周半仙正喝茶，見沈長安來了，有些意外。沈掌櫃，稀客，你可是從來不找我的人？沈長安在他對面坐下，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說了。周半仙聽完，臉上的笑慢慢收了，放下茶碗，示意沈長安伸手。他捏了捏沈長安的手指，又翻了翻掌心，眉頭越皺越緊。然後他站起來，繞到沈長安身後，盯着他的後腦着看了半天，一句話不說。沈長安心裏發毛，你看雜麼？周半仙坐回去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手有些抖。沈掌櫃，他開口，聲音比剛才低了苦多。柳先生說的沒錯。沈長安的臉一下子白了，你這條命。周半仙放下茶碗，斟酌着用詞，怎麼說呢？你身上壓着一樁債，3年前的，借債不旋，後晚子時確實難過。雜麼債？沈長安的聲音啞了，周半仙看了他一眼，沒接話，只說柳先生給你指的路是正路。3天100件善事，真心實意，這是天道留的口子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沒有別的法子。沈長安坐在那裡，像被人抽了骨頭。周半仙猶豫了一下，又說：沈掌櫃，我多嘴一句，你這3年的事，鎮上人都看在眼裡。該船的賬，早晚得船，趁這3天，好好想想吧。
沈長安沒說話，起身走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沈長安走得很慢，他經過自家布莊門口，沒進去。布莊的招牌懸掛着，漆掉了大半，櫥窗裏擺着幾匹布，有一匹是去年玉不動的陣貨，他捨不得降價，一直擺着。他想起很多事，想起秋娘活着的時候，總說他太摳，說他對誰都不大方，對自己更不大方，說人活着不能光算賬，有些賬是算不清的。他當時怎麼回的？他說不算賬，拿怎麼樣活你跟小丸？秋娘就不說話了，低頭做針線。後來秋娘病了，他算是算賬，算來算去，算出2兩銀子的大夫太貴，先拖1天再說，就拖了1天，又拖了1天，第3天，秋娘說胡話了。他慌了，去找藥，藥煎好了，人沒了，那服藥後來暈了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沈長安走到家門口，站住了，門沒關，小丸在院子裏餵雞，7歲的丫頭紮着2個小辮子，蹲在地上撒谷子，嘴裏念叨着：吃吧吃吧，多吃點，下蛋給爹吃。沈長安看着女人的背影，鼻子忽然一酸。小丸長得像秋娘，眼睛像，說話的語氣也像。有時候小丸喊他爹，他卻仿佛覺得是秋娘在喊他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把眼裏的酸澀壓下去。小丸抬頭看見他，笑了：爹，你回來啦。今天怎麼沒去鋪子？沈長安蹲下來，摸了摸女人的頭。小丸，爹問你一件事，如果爹以後對你好一點，你佢高興不？小丸歪着腦袋想了想，佢啊。可是爹為怎麼突然問這個？沈長安沒回答，他站起來，看了看天，太陽已經偏西了，今天快過完了，船剩2天。他走到公桌前，把林秋娘牌位前的涼茶倒了，換了一杯熱的，又把花生碟子切了，去廚房炒了一碟花生米，重新擺上。小丸在門口探頭看，爹，你給娘換公菜了？娘一定高興。小丸笑嘻嘻地跑了。沈長安對牌位站了一個人，他想起瞎眼柳的話：3天100件善事，件件真心。他想起周半仙的話：該算的賬，早晚得算。他想起夢裡秋娘的眼淚：相公，你該算了。沈長安咬了咬牙，轉身出了門。他要去準備，明天一早開始做善事，100件，3天，件件真心。他不信命，但他信一件事，他不能死。小丸才7歲，沒了娘，不能再沒爹，布莊可以再開，銀子可以再賺，命沒了，就怎麼都沒了。沈長安走進巷子，身影被夕陽拉得老長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身後，公桌上的那杯熱茶，磨端泛起了一圈漣漪，好像有人輕輕吹了一口氣。天還沒亮，沈長安就醒了。準確地說，他幾乎沒怎麼睡，翻嚟覆去，腦子裏全是那個數字：100件，3天，今天第1天，至少得做30件，不然後面2天根本趕不上。他躺在床上盯着房梁算賬。做生意的腦子習慣了算，30件善事怎麼湊？送報算不算1件？算。給窮人免債算不算？算。那給叫花子一個饅頭呢？應該也算。可30件不是3件。他越算越清醒，索性爬起來，摸黑去了布莊。布莊就在自家隔壁，推開側門連着院子。沈長安點了燈，在櫃台後面坐下來，拿紙筆開始列單子。鎮上誰家窮，誰家難，誰家欠他錢，誰跟他有過節，他心裏一本賬，比庫存冊子算清楚。第1件，送報。櫃台上擺着的，社裏壓着的，加起來有40-50匹。普通棉布1匹值3剪銀子，好一點的細布1剪5分，按1匹1件算，送出去30匹，30件善事不就有了嗎？沈長安越想越覺得可行，提筆在紙上寫下送報2個字，又添了個括號，30件。他鬆了口氣，好像已經完成了一半，可不剛放下，他又想起瞎眼柳那句話：件件真心，不可有假。送報是真心嗎？沈長安盯着那2個字看了半天，把筆擱下了，管他呢，先做了再說。天剛蒙蒙亮，
沈長安就搬了一匹布到門口，找了帳公子，歪歪扭扭寫了幾行字。審記報章告示：今起3日，凡鎮上貧苦人家，可來領布一匹，分文不取。貼在報章門板上。張壺旋未乾，神鳳一吹，只覺叫起來。他拿石頭壓了壓，然後他搬了條凳子坐在門口等。第一個路過的是肉豆腐的老孫頭。老孫頭推着板車，看見告示，停下念了一片，又看了一眼坐在門口的沈長安，臉上的表情跟現了鬼似的。沈掌櫃，你這寫的啥？寫的啥你看不懂？沈長安沒好氣，白送報，不要剪，你要不要？老孫頭把板車往邊上靠了靠，湊近看了看告示，又看了看沈長安，眼珠子轉了轉，搖了搖頭，不要。為啥？沒天上掉餡餅的事。老孫頭推着板車走了，走出去幾步船回頭看了一眼，像怕沈長安追上去似的。沈長安被熱了一下，臉有點掛不住。半個時辰過去，沒有第二個人來。鎮上的人陸續出門做買賣，路過報章門口，都多看了兩眼告示，但未人停下。有幾個嬸子湊在一起滴滴咕咕，朝這邊指指點點，說完笑着走了。沈長安坐不住了，站起來在門口踱步。他聽見斜對面的茶鋪裏有人正在說他沈扒皮轉性了，打死我都不信，怕不是報育不出去，換個法子清卸全罷。就是他那鋪子裏壓了多少陣火？去年那批泛黃的棉布，到現在船擺着呢。沈長安的臉一陣紅一陣白，他低頭看了看櫥窗裏那批陳貨棉布，確實泛了黃，確實擺了快1年。他咬了咬牙，未吭聲。到了巳時，終於來了一個人，是巷子尾頭的張寡婦，丈夫去年在河裏打魚翻了船，留下他帶着一個3歲的孩子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。張寡婦站在報章門口，猶猶豫豫地不敢進。沈長安看見他，主動開口：張家妹子來領布的，進來吧。張寡婦小聲說：沈掌櫃，真是8級的。8級，你挑一匹拿走。張寡婦挑了一匹普通棉布，抱在懷裡，千恩萬謝地走了。第一件，沈長安在心裡記了一筆。張寡婦一走，像是開了個頭。街坊鄰居們雖然嘴上不信，但白送的東西不要白不要。慢慢地，陸續有人來了。第二個是碼頭江戶的劉騎子，挑了一匹粗布，說給老娘做冬衣。第三個是賣菜的鎮嬸，拿了一匹花布，說要給閨女做嫁衣。第四個、第五個，沈長安站在櫃台後面，一個一個地罰，每罰一匹，就在心裡數一下。到了正午，送出去14匹布，14件，數字不夠。沈長安關了鋪子門，回家扒了2口飯，又出來了。下午不能光送布，得換別的法子。他想了想，去了鎮東頭的竹棚。竹棚是鎮上幾個大戶合資設的，每天中午施一碗粥給過路的窮人。沈長安以前從不三和這種事，覺得有錢不如賺着。今天他扛了1袋米過去，跟管事的王婆說：今天這毒粥我清，米我出了，不夠再拿。王婆擰了半天，以為他犯了病。沈長安不理他，挽起袖子，親自站在粥鍋旁邊舀粥。一個又一個流浪漢、乞丐、過路的窮苦人端着碗過來，他要一着，就算1件。有人接過粥，頭也不抬就走了；有人接了粥，蹲在路邊喝完，把碗一角，抹了抹嘴，罵了句稀得跟水似的。沈長安忍着沒說話，他數了數，竹棚那邊做了8件，加上上午的14件，22件，還差8件才到30。下午申時，沈長安開始在鎮上轉悠，找活乾。他看見條鐵匠鋪子門口堆着一堆廢鐵，想幫忙搬，趙鐵匠從鋪子裡衝出來，鐵鉗子往地上一扔：沈掌櫃，你少碰我的東西，你那手是掃銀子的，搬雜麼鐵？沈長安散散地縮回手走了。他幫茶鋪老闆娘挑了2桶水，1件；給私塾門口的台階掃了落葉，1件；替巷子裡的李大爺收了院門的門軸，1件；給河邊洗衣裳的嬸子們搬了一下午的板凳，3件；把街角摔倒的小娃娃扶起來
送回家1件，做到第29件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壓山了。沈長安蹲在河邊洗了洗手，累得腰痛。他做了10年掌舉，手是拿算盤的手，不是乾粗活的手。一天下來，掌心磨出了2個水泡，還差1件。他站起來往家走，路過巷子口的時候，看見牆根底下蜷着個老叫花子，頭髮蓬亂，身上的棉襖露着棉花，抱着失盒打囉嗦。沈長安停下腳步，他想了想，脫了自己的外衫，彎腰搭在老叫花子身上。老叫花子抬頭看了他一眼，渾濁的眼睛裡沒怎麼表情，都囔了一句：這衣裳料子不好。沈長安第30件，回到家，天已經黑透了。沈長安坐在堂屋裡，拿紙筆把今天的30件善事一筆一筆記下來。寫完之後看了看，字跡歪歪扭扭，有幾件他自己都記不太清細節了，只記得那些人的臉，有的感激，有的冷淡，有的嫌棄。他嘆了口氣，把紙疊好，壓在茶碗底下。30件，還差70件，只剩2天。他忽然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：容易做的善事，今天基本做完了。送報送了14匹，社里船剩20來匹，但鎮上需要報的窮苦人家，上午來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要麼不知道，要麼不信他。施粥做了1次，總不能明天船去闖王婆的活。挑水掃地修門續這種零碎活藝，一件一件地賺，一天餐死也就10來件。明天呢？後天呢？剩下的70件從哪裡來？沈長安遊了遊太陽穴，覺得比做10年生意船累。做買賣，他清楚每一筆的進出，花1兩銀子進報，肉1兩5剪出去，賺5剪，清清楚楚。可善事不是買肉，沒有標價，沒有利潤，甚至連個準數都沒有。你做了，人家不一定領情；你給出去的東西，人家還嫌不好。最讓他難受的是挑鐵匠，不是照鐵匠罵他，罵就罵了。他臉皮厚，是照鐵匠看他的那個眼神，不是恨，是不信任。那種你沈長安做的任何事都有目的的不信任，這種眼神，今天一天他現了太多。沈長安忽然有些理解了一件事：做善事最大的難處，不是花錢，不是出力，是別人不信你。一個溝了10年的人，突然大方了，誰信？他自己都不太信自己。正想着，廚房裡傳嚟響動，沈長安走過去一看，小丸踩着板凳，正在灶台前忙活，鍋裡咕嘟咕嘟煮着雜麼，熱氣把小丫頭的臉蒸得紅卜卜的。小丸，你乾雜麼呢？小丸回頭，得意地笑了，爹，我給你煮麵。沈長安湊過去看了看，鍋裡煮着一把麵條，chopsticks 攪嚟攪去，湯裡餓着一個荷包蛋，歪歪扭扭的，蛋黃都散了。麵是隔壁鎮嬸給的，蛋是渣家雞下的。小丸認真地說：我看着娘以前這麼煮的，應該沒錯。沈長安鼻子一酸，沒說話。小丸把麵盛出來，端到堂屋桌上，把筷子遞給他，爹，吃吧，你今天一天沒怎麼吃東西，光顧着忙了。沈長安坐下來，挑了一筷子麵送進嘴裡，麵煮得太爛，鹽放多了，荷包蛋也老了，但他一口一口吃得很慢，很認真。小丸坐在對面，托着腮看他吃，爹，你今天做的那些事，我聽鎮嬸說了。沈長安筷子讀了讀，鎮嬸說你給窮人送報，還去竹棚舀竹，船幫人挑水掃地。小丸的眼睛亮亮的，爹，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樣。沈長安沒接話，低頭繼續吃麵。小丸忽然說，爹，你今天做的那些事，娘在天上看着呢，他一定高興。沈長安的筷子停住了，他低着頭，半天未動。麵燙的熱氣紛上來，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不知道是熱氣還是別的雜麼。他悶悶地應了一聲，把最後一口麵吃完，連湯都喝了。小丸高興地去收碗，沈長安坐在桌前，看着女人忙碌的小身影，忽然覺得今天所有的憋屈、疲憊、被嘲諷的不甘，好像都沒那麼重要了。他起身去了供桌前，把早上換的熱茶又倒了一杯新的。秋娘，他對牌位小聲說，今天做了30件，還差70件，你保佑我做完吧。牌位沉默地立着，
札麼也沒說，夜深了，小院睡了，沈長安躺在床上，翻嚟覆去。他想着明天怎麼湊剩下的善事，想着趙鐵匠那個眼神，想着那些拿了布不說謝的人，想着那個嫌他衣裳料子不好的老叫花子。迷迷糊糊間，他引見院子裏有聲音，很輕，像腳步聲，又像風吹落葉。沈長安睜開眼，側耳聽了一攰人，聲音沒有了，他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翻了個身，準備接着睡，可過了一攰人，又響了。這回聽得更清楚，不是風，是腳步聲，很輕很輕，像踮着腳走，一步一步，從院門走到堂屋門口，又從堂屋門口走到井邊。沈長安心裏發毛，但他畢竟是做生意的，膽子不算小，他翻身下床，踏着鞋走到後門，猛地推開門，院子裏空空蕩蕩，月光清冷，棗樹影子在地上鋪了一片，札麼人也沒有。沈長安鬆了口氣，正要回屋，忽然看見一樣東西，井台邊上，地上放着一朵白色野花，小小的，只有指甲盒大，花瓣上還帶着露水，像是剛摘下來的。沈長安蹲下來，把花撿起來，翻來覆去看了看，白色野花，秋天開，鎮外山坡上滿坡都是。他認識這種花，林秋娘生前最愛這種花，每年秋天，他都會去山坡上摘一把，插在床頭那個粗陶瓶子裏。他死之後，那個瓶子空了3年。沈長安捏着花，手指微微發抖。這花是誰放的？院門關着，牆頭有半人高，小院睡了，他在屋裏，不可能有人進來，除非他抬頭看了看天，月亮被一片雲遮住了，院子裏暗下來。他又低頭看了看手裏的花，花瓣上的露水沾在他指腹上，亮亮的。沈長安站了很久，然後把花輕輕放在窗台上，回了屋。他關上門，靠着門板坐下，心跳得很快。他想起夢裡秋娘的眼淚，想起他說的話：相公，你該船了。他想，也許秋娘一直在，也苦這3天，他都看着。沈長安閉上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。明天船有40件要做，後天船有30件。他沒有時間害怕，也沒有時間猶豫，他必須做完。第二天天沒亮，沈長安就出了門。他剛着布莊裡剩下的布匹，挨家挨戶地送。昨夜那朵白色野花的事，他壓在心裡沒跟任何人提，但那朵花像一根鉗扎在他心口，讓他不敢停下來。他怕一停下來，就真的來不及了。清晨的青石陣霧氣重，街上的石板濕漉漉的。沈長安先去了巷子尾頭像寡婦家，給他3歲的孩子送了一塊碎花布頭，夠做件小褂子。張寡婦千恩萬謝，他擺擺手走了。第31件，接着去了碼頭，碼頭上剛下了一船貨，幾個剛活的漢子正在搬箱子。沈長安挽起袖子上去幫忙，搬了整整一上午。那些漢子一開始船嫌他礙事，後來看他滿頭乾活不吭聲，也就沒說雜麼。中間休息的時候，劉騎子遞給他一碗涼水。沈掌櫃，你今天這手怕是要起泡了。沈長安看了看手掌，昨天的水泡磨破了，新的又磨出來了。他端起碗一口灌下去，未是乾活着。第32到第36件。下午他去了私塾，私塾的信先生年紀大了，屋頂漏了2個月沒人收。沈長安搬了梯子爬上去，發現瓦片碎了好幾塊，椽子也爛了一根。他不愧修屋頂，硬是拆了自家的一個舊木箱，折了木板補上去，又把碎瓦換了位置擺好。衝屋頂下來的時候，他腳一滑，差點摔下去，扶着梯子站穩，腿抖了半天。信先生站在下面，仰頭看着他那副狼狽樣，嘆了口氣：沈掌櫃，你這圖雜麼？沈長安沒回答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走了。第37件，從私塾出來，他又去幫巷口的李大爺劈了一捆柴，幫茶鋪老闆娘搬了半車茶葉，替河邊洗衣裳的嬸子們看了半天孩子，給橋洞底下的乞丐送了2個饅頭。第38到第43件，做到第44件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偏西了。沈長安靠在牆根底下歇腳，渾身上下沒有不痛的地方，手掌磨得火辣辣的，腰直不起來，膝頰也酸。
他做了10年獎舉，10年未乾過重活，這一天的量頂得上他前半輩子的總和。他擺着紙投訴，今天做了13件，加上昨天的30件，43件，還差57件，只剩明天一天做57件善事，怎麼做得完？沈長安的腦子飛速轉，明天得換個法子，不能再這樣零敲碎打地賺了，得找大的，一次能頂好幾件的那種。他正想着，聽見街那頭傳來一陣吵嚷，聲音是從趙鐵匠鋪子那邊來的。沈長安走過去，看見趙鐵匠鋪子門口圍了一圈人，趙鐵匠蹲在門檻上，雙手抱着頭，旁邊他的媳婦人正抹眼淚。怎麼了？沈長安問旁邊看熱鬧的人。肉豆腐的老順頭壓低聲音：趙鐵匠他娘病了，發高燒，說胡話呢？趙鐵匠沒剪清大夫，急得直撞牆。沈長安心裏落等一下，發熱，說胡話。3年前林秋娘也是這樣，他站在人群外面，沒敢往前湊。趙鐵匠跟他有3年的過節，這時候湊上去，人家不領情，船以為他看笑話，可那幾個字發熱說胡話，像3根釘子釘在他腦子裏拔不出來。他想起3年前的自己，秋娘發熱第一天，他說不礙事；第二天，他說先拖拖；第3天，秋娘說胡話了，他才慌了。趙鐵匠現在的樣子，跟他當年一模一樣，蹲在地上，抱着頭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不一樣的是，趙鐵匠是真沒錢，他3年前被沈長安坑了3兩銀子，一直沒換過來。沈長安在人群後面站了一倍人，轉身走了。他去了藥鋪，藥鋪掌櫃姓展，跟沈長安印字。沈長安直接問退燒的藥多少錢一服。前掌舉看了看櫃上的樂盒子，看雜麼症。要是普通風寒發熱，2剪銀子一服；要是燒得賴害，得用好藥，5剪。2剪銀子。3年前林秋娘就是2兩銀子的大夫沒得清，最後只找了一服樂，沒來得及喝。沈長安掏出銀子，買了2服退燒藥，包好，取在懷裏，往趙鐵匠鋪子走。走到鋪子門口，人群已經散了。趙鐵匠船蹲在門檻上，他媳婦人在裏面哭。沈長安走過去，把藥包遞過去：鐵匠哥，這是退燒的藥，給你娘煎了喝。趙鐵匠抬頭看見是他，臉一下子變了，他猛地站起來，一巴掌把藥包打落在地。沈長安，你少在這危假惺惺！藥包落在地上，紙破了，藥粉洗了一片。趙鐵匠的眼睛通紅，指着他鼻子罵：3年前你用假布料騙我3兩銀子，我娘的棉衣都是拿舊布拼的，現在你來送我，你安的雜腰心！你是不是看我娘要死了嚟充好人？我告訴你，我挑家就是窮死，也不要你的東西。沈長安站在原地沒動，藥粉洗在地上，風一吹散了。他彎腰想把藥粉撿起來，可藥粉太細，捏不住，他的手指在地上生了生，指腹上沾了一層灰黃色的粉末。3年前的畫面又衝上來了。秋娘的藥煎好了，端到床前，秋娘已經沒力氣張嘴了。他把藥着湊到他嘴唇邊，惡汁順着嘴角流下來，流到枕頭上，因了一片。那服藥跟地上這服藥一樣，沒喝進嘴裏。沈長安直起腰，看着趙鐵匠。鐵匠哥，他說，聲音很平。3年前那件事是我不對，假布料的事我認。3兩銀子我算你，加上這3年的利4兩。趙鐵匠擰了一下，隨即更怒了：你以為拿剪就能了事？我娘要是你娘不愧死。沈長安打斷他：發熱不退，拖不得。你現在缺的不是銀子，是大夫。好大夫在隔壁鎮，寄馬一個時辰能到。我現在去清。趙鐵匠張了張嘴，沒說出話嚟。沈長安沒等他回答，轉身就走。他回到家，把布裝卸房裏最後一批好布，6匹細棉布，值4兩銀子的，全部搬出來。剛到鎮上最大的布行，低價折了3兩5剪銀子。布行掌舉看他急着出手，壓了界，他也沒船，拿着銀子，他
他去馬行租了一匹馬，連夜往隔壁鎮趕。隔壁鎮的大夫姓虎，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郎中，專治疑難雜症。沈長安到的時候，天已經全黑了。虎大夫正準備歇息，沈長安在門外站了一炷香，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。他不善求人，說話合合巴巴的，但許大夫隱明白了。你是說有個老人乏而不退，說胡話？對，燒了幾天了？今天剛開始說胡話。那船嚟得及，虎大夫背起樂箱，跟沈長安上了馬，兩人連夜趕回青石鎮。到趙鐵匠鋪子門口的時候，已經是4更天。鋪子門開着，趙鐵匠坐在裡面，他媳婦人守在裡屋，跳舞躺在床上，臉燒得通紅，嘴唇乾裂，嘴裡含含糊糊地喊着一個名字，是趙鐵匠死去的爹的名字。虎大夫把了脈，翻了花眼皮，開了方子，讓趙鐵匠媳婦立刻去煎藥。趙鐵匠站在一旁，搓着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沈長安蹲在門檻上等，他沒進里屋，也沒湊上去。他知道趙鐵匠不希望他進去。藥煎好了，跳舞喝了半碗，許大夫又施了鉗，折騰到5更天，跳舞的燒終於退了一些，人也不再說明胡話了，沉沉睡過去了。虎大夫收了樂箱，出嚟對趙鐵匠說：命保住了，但這病根只是老寒入體，得讓，不能再拖。回頭我再開3服藥，連着喝半個月，就能好利索。趙鐵匠卜通一聲跪下了：許大夫，謝謝你。藥剪我慢慢船。虎大夫擺了擺手，朝門外努了努嘴：藥剪有人付了，你借他。趙鐵匠轉過頭，看見沈長安船蹲在門檻上，兩個人對視了一瞬。沈長安站起來，拍了拍褲子上的灰：鐵匠哥，他說3年前是我不是人，假布料坑了你的剪，你拿舊布給大娘聘棉衣，這是人，是我做的孽。他讀了讀，聲音低下去：今天大娘這病，跟3年前我媳婦人的病一模一樣。我媳婦危未等到藥，死了。我不想大娘也。話沒說完，喪字啞了。他吸了口氣，繼續說：今天這條命我不要臉了，只求你讓郎中進去看看大娘。我沈長安這條命本就剩不到2天了，能換大娘一條命，值。趙鐵匠站在那裡，嘴唇囉嗦了半天，終於繃不住了。他一把攢住沈長安的胳膊，蹲下來，另一隻手捂住了臉。沈長安，他聲音悶在手掌裡，你這是？沈長安沒說話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轉身走了。第59件，回到家，天已經快亮了。沈長安數了數，今天做了26件，加上昨天的30件和趙鐵匠這一件大的59件，還差41件，只剩最後一天。他累得快散架了，手掌上的水泡全破了，滲着血水，腰痛得直不起來，右腿膝頰也隱隱作痛，大概是爬屋頂的時候扭了，但他沒有時間休息。最後一天41件，得從天亮趕到天黑。他推開院門，準備進屋歇一個時辰再出發。院子裡很安靜，天邊剛泛出一絲魚肚白，井台邊上棗樹葉子在神鳳裡沙沙響。沈長安走到堂屋門口，忽然停住了。堂屋的燈亮着，他記得自己出門的時候沒點燈。他推開門，小婉坐在桌前，趴在桌上睡着了，旁邊放着一碗水，一塊濕帕子。沈長安心裡一軟，走過去輕輕叫他：小婉，回床上睡。小婉迷迷糊糊抬起頭，臉蛋公公的。沈長安一擰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額頭，滾燙。他的手僵在女人額頭上，像被雷劈了一樣。小婉，你發燒了？小婉揉了揉眼睛，聲音軟軟的：有點熱，爹，我等你回來，想給你倒杯水。沈長安把手貼在他額頭上，又貼了貼他的臉，燙得嚇人。他的手開始抖，發熱，跟3年前林秋娘一模一樣，跟昨天跳鐵匠的娘一模一樣，同樣的病，同樣的症狀。3年前，他沒得花2兩銀子稱大夫，林秋娘拖了3天，死了。昨天，他花光了報莊最後的本錢，請郎中救了跳鐵匠的娘。
現在輪到他自己的女人了。沈長安的手指在小丸額頭上抖得厲害，他蹲下來跟女人平視，努力讓自己的聲音穩住。小丸，不怕，爹在，爹去給你找藥。小丸乖乖地點了點頭，又趴在桌上閉上了眼。沈長安站起來，腿乏軟，扶着桌沿才沒倒下去。他看着女人發功的小臉，眼前浮現出3年前的畫面。林秋娘也是這樣，臉燒得通紅，嘴唇乾裂，說胡話喊小丸的名字。他不能讓小丸走秋娘的老路，不能。可他現在身無分文，報裝的報送光了，好報節假日了，銀子全花在稱許大夫和買藥上了，櫃台上一個銅板都沒剩。他還差41件善事，後天晚上指示的死劫船員在頭上，可女人在發燒。沈長安站在堂屋中間，天光衝窗戶照進嚟，照在小丸趴着的小小身板上，他的呼吸又尖又急，偶爾哈一聲，像小貓叫。沈長安攢緊了拳頭，他想起瞎眼柳的話，件件真心，不可有假。他想起周半仙的話，該船的賬，早晚得船。他想起蒙里秋娘的眼淚，相公，你該船了。現在他最該還的賬就在面前，他的女人在發燒，而他只剩一天。沈長安沒有時間哭，他先把小丸抱回床上，給他夾好被子，又拿濕帕子敷在他額頭上。小丸迷迷糊糊地抓着他的手不肯放，嘴裏都囔着：爹，別走，爹不走，爹在。沈長安把他的手塞進被子裏，聲音穩得像什麼事都沒發生，可他的手在抖。他蹲在床邊看了女人一概人，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，小丸的臉燒得通紅，呼吸又尖又急，偶爾哈一聲，蜷成一團，像一隻生病的小貓，跟3年前的林秋娘一模一樣。沈長安咬了咬牙，推門出去了。天剛亮，街上船沒什麼人，他先去了藥鋪。錢掌櫃剛開門，看見他擰了一下。沈掌櫃，這麼早？錢掌舉，退燒的藥，再來一服。錢掌舉看了看他的臉色，給誰用的？我女人發燒了。錢掌櫃轉身去樂匣子裏找藥，一邊問：幾歲了？燒了多久？7歲，昨夜開始的。錢掌舉把藥包好遞過來，5紙銀子。沈長安的手伸進懷裡，摸了個空，他忙了，他沒有銀子了，一個銅板都沒有。錢掌舉，他嗓子發緊，我先賒着，回頭一定船。錢掌舉看了他一眼，把樂包往前推了推。沈掌櫃，你這2天做的事，全鎮都傳遍了。這藥算我送你的，不要剪。沈長安盯着樂包，沒有伸手。他想起瞎眼柳那句話，件件真心，不可有假。若是有一件是假的、虛的、做樣子的，百善不成立。賒的藥，別人送的藥，算他做的善事嗎？不算。天道不認假賬，別人替他出的銀子，不是他出的，就不算他的善。可他現在連一個銅板都沒有了。沈長安把手縮回來，退後一步，朝錢掌舉深深鞠了一躬。錢掌舉，你的好意我領了，但這藥我不能白拿，等我湊到銀子再嚟買。他轉身走了，錢掌舉在後面喊了半天，他沒回頭。他不能賒，不能白拿，那不是真心。可小丸船在發燒，沈長安走在街上，腦子轉得飛快。他得先做善事41件，今天必須做完，做完之後再想辦法弄銀子給小丸買樂。可善事和銀子怎麼同時湊？他想起一件事，報裝雖然報送光了，但鋪子存在。鋪子是沈家3代傳下來的，地契壓在堂屋櫃子的暗格裡，跟林秋娘的嫁妝放在一起，那是他最後的家底。沈長安腳步讀了一下，隨即加快了步伐。現在顧不上想那些，先做善事。上午，他像瘋了一樣在鎮上跑，幫糧鋪老闆扛了10袋米麵10件，幫碼頭工人卸了半船貨5件，給鎮西頭孤寡老太太劈了一整天柴火1件，但老太太非要再算1件，說他家門口的排水溝也是沈長安挖的2件。
給私塾的孩子們每人奉了一個書袋8件，做到第75件的時候，日頭已經到頭頂了。沈長安靠在牆根底下喘氣，渾身上下像散了架。他一上午沒吃東西，沒喝水，嘴唇乾得起了皮，手掌上的傷口已經不出血了，裂了一層薄痂，一使勁就裂開。他抬頭看了看天，太陽正獨，船有半天，還差25件。他爬起來，繼續跑。下午，他去了河邊。河邊有一群洗衣裳的婦人，其中一個年輕媳婦背着娃娃蹲在石頭上搓衣裳，娃娃在背上哭。沈長安過去幫他們打水、搬石頭、架火堆烤衣裳5件，又去了茶鋪。茶鋪老闆娘的丈夫外出進貨，他一個人忙不過嚟。沈長安幫他洗了一下午碗、擦桌子、招呼客人6件，第76到第86件，還差14件。太陽開始偏西了。沈長安跑去鎮南的破廟，破廟裡住着幾個流浪漢，其中一個瞎了眼的老頭病了，躺在草堆上哼哼。沈長安給他端了水，把廟裡的破窗戶用木板釘好擋風，又把廟門口的垃圾清了3件，第87到第89件，還差11件。沈長安從破廟出來，太陽已經只剩半個臉了，街上的人開始收攤回家，炊煙從各家各戶的煙囪裡升起來，飯菜的香味飄了一街。他聞着那股香味，肚子咕嚕咕嚕叫。他一整天未吃東西，他去了巷子口，巷子口有個要飯的小男孩，比小遠船小，蜷在牆根底下，壯得看不出模樣。沈長安蹲下來問他：你吃飯了沒？小男孩搖頭。沈長安摸了摸懷裡，怎麼都沒有。他想了想，把腳上的布鞋退下來，遞給小男孩穿上，地上晾。小男孩怯生生地接過鞋，套在腳上，大得離譜，但他船是笑了。第90件，沈長安光着腳走在石板路上，腳底被落得生痛，他顧不上這些，還差10件。他幫肉豆腐的老順頭收了攤1件，給打鐵鋪的學徒送了1桶水1件，把路中間一塊絆倒過人的石頭搬走1件，替巷子裡眼花的老太太穿了1萬鉗線1件，給關帝廟的門口掃了地1件，幫一個走丟的孩子找到了娘1件，第96件，還差4件。太陽只剩一條線了，天邊燒成一片骨紅。沈長安站在街上，滾身發抖，不是冷，是怕。4件，還差4件。天快黑了，他轉頭看了看，街上的鋪子大多關了門，行人也少了。該幫的人都幫了，該做的事都做了，還差4件。從哪來？就在這時，他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蹲在街角，懷裡抱着一個孩子，2個人都在發抖。天亮了，他們穿得太薄。沈長安走過去，把自己身上近剩的1件單褂退下來，披在女人身上。第97件，他光着膀子站在街上，秋風一吹，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他往前走了幾步，看見路邊一個老頭正在費勁地推一輛板車上坡，車輪卡在石縫裡。沈長安跑過去，用肩膀頂住車尾，使勁推了上去。第98件，還差2件。天徹底黑了，沈長安站在黑暗裡，喘着粗氣。他滾身上下只剩一條褲子，光着腳，光着膀子，像個叫花子。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好笑。審計報章的掌櫃3天前船穿着體面的長衫在街上走，現在成了這副模樣，還差2件。去哪做？他往家走，走到巷子口的時候，看見陳嬸端着一碗粥站在他家門口。沈掌櫃，你2天沒怎麼吃東西了吧？我給你熬了碗粥。沈長安看着那碗粥，肚子叫了一聲，他伸手接過碗，端到嘴邊，然後他停住了。他想起來，巷子那頭船有個要飯的小男孩，今天一天未吃東西。沈長安端着碗，走到巷子尾，把粥遞給了那個小男孩。小男孩接過嚟，呼嚕呼嚕喝完了，抬頭衝他笑了一下。第99件，還差1件，最後1件。沈長安站在巷子裡，滾身發冷，他什麼都沒有了，布送光了，銀子花光了，衣裳退光了，鞋送人了，連一碗粥都讓給別人了。他船能做什麼？他想了想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
他船有一樣東西。沈長安回到家，推開門，直奔堂屋。堂屋的櫃子有個暗格，暗格裡壓着一張紙，報裝的地契。那是沈家3代人攢下的基業，從沈長安的爺爺手裡傳下來，到他這一輩已經40多年了。報裝沒了地契，就等於沒了根。沈長安把地契拿出來，捏在手裡，紙已經發黃了，邊個磨得起了毛？他借着油燈看了一眼，上面寫着審記報裝4個字，下面是爺爺的簽名和手印。他盯着那4個字看了很久，然後他把地契取進懷裡，出了門。他先去了藥鋪，藥鋪已經關門了。他敲了半天門，錢掌舉穿着睡衣離開門。錢掌舉，退燒藥1服。錢掌櫃皺眉，沈掌櫃，我不是說了嗎？藥送你5紙銀子。沈長安把地契拍在櫃台上，這是審記報裝的地契，值至少50兩。我拿嚟抵押錢。錢掌舉低頭看了看地契，又看了看沈長安，臉變了。沈掌櫃，你瘋了？這是你家3代基業，我知道。沈長安的聲音很平，但我女人在發燒。錢掌櫃張了張嘴，沒說出話嚟。他轉身去找藥，把藥包好遞過來。沈長安接過藥，把地契推過去。多出來的錢你留着，以後鎮上窮人來看病，不夠的從這裡面扣。錢掌舉拎住了。沈長安沒等他說話，轉身跑了第100件，散盡家財，只為救一條命。回到家，沈長安手腳發軟，差點摔在灶台前。他生了火，煎藥，藥罐子是3年前那個，一直擱在灶台角落裡，落了厚厚一層灰。他洗了3遍才洗乾淨，藥在罐子裡咕嘟咕嘟煮着，苦澀的藥味彌漫開來。沈長安蹲在灶台前，盯着藥罐子裡的氣泡，忽然想起3年前他也是這樣煎藥，藥煎好了，端到床前，秋娘已經沒力氣張嘴了，藥汁順着他嘴角流下來，流到枕頭上，因了一片，那服藥沒喝進去，今天這服藥不能再耽了。藥煎好了，沈長安倒在碗裡，端進屋裡。小丸躺在床上，臉燒得像火炭，嘴唇乾裂，眼睛半睜半閉，沒雜麼神。小丸，起來喝藥。沈長安把碗放在床邊，一隻手把女人扶起來，靠在自己懷裡。小丸迷迷糊糊地張了嘴，沈長安一隻一隻餵她喝，這回藥汁沒有流出來。小丸把一碗藥全喝完了，皺着小臉說：苦。沈長安笑了一下，眼眶紅了，苦就對了，苦了才管用。他把小丸放回床上，給他夾好被子，又換了額頭上的濕帕子，然後他坐在床邊，握着女人的手，等一個時辰後，小丸的燒退了一些，呼吸也平穩了，不再說胡話。沈長安鬆了口氣，腿一軟，坐在了地上。他太累了，3天沒怎麼睡覺，2天沒怎麼吃東西，渾身上下沒有一塊好肉，手掌的血痂裂了又裂，裂了又裂，右腿膝合腫得老高，光着的腳底板磨出了血泡。但他笑了，100件善事做完了，小丸的燒退了。他坐在地上，靠着床沿，仰頭看着房梁，房梁上有一道裂縫，3年前就有，他一直沒修。秋娘說過好幾次，讓他找人來修，他嫌貴，沒修。秋娘，他喃喃地說：我做完了，100件，件件都是真心的。他閉上眼睛，你要是在天上看着，就替我跟閻王說一聲，我沈長安這輩子欠的債，這3天船了，要是船不夠，他讀了讀，那就把這條命拿去，但求讓小丸好好的。他才7歲，不能沒爹沒娘。屋裡很安靜，只有小丸均勻的呼吸聲。夜深了，沈長安把小丸安頓好，給他易了被角，然後起身去了堂屋。堂屋的油燈旋亮着，燈火微弱，照着林秋娘的牌位。牌位前的花生米船擺着，茶船是今天早上換的，已經涼了。沈長安在牌位前坐下來，更鼓響了1更天。船有3個時辰。他盤腿坐着，雙手擱在膝合上，手心朝上，掌心全是傷口，血痂和新肉交錯在一起，像個爛布袋。
他忽然想起很多事，想起年輕時第一次見到林秋娘，那時候他還沒接手布莊，在鎮上的步行當學徒。秋娘是隔壁裁縫鋪的女人，每天路過步行門口，手裏扶着籃子去買菜。她走路的樣子很好看，不快不慢，裙角微微擺動。想起成親那天，秋娘穿着公夾頭，他掀開合頭，他衝她笑了一下，臉紅得像蘋果。想起小婉出生那天，秋娘難產，在床上痛了一天一夜，她在門外坐了一天一夜，手心全是汗。後來穩婆出嚟說母女平安，她衝進屋，看見秋娘臉色慘白地躺在床上，懷裏抱着一個皺巴巴的小東西，衝她笑，相公是個閨女。想起秋娘發熱那天早上，她說：相公，我有點冷，你幫我倒碗熱水。她說：忙着呢，自己倒。後來他就忙着盤貨、算賬、看報紙，等到第三天，秋娘說胡話了，他才慌，可那時候已經晚了，更鼓響了。二更天，船有兩個時辰，沈長安盯着牌位上的字，忘妻林是秋娘之位，這幾個字是他自己刻的，刻得歪歪扭扭，不好看。秋娘活着的時候總說他字寫得醜，他算不服氣，現在想想，確實醜，更鼓響了。三更天，子時快到了，沈長安的心跳開始加速，他攢緊拳頭，又重開，手掌上的傷口被扯得生痛。他想起瞎眼柳的話：做不滿百善，子時必死；做悶了，天意如何，我也看不透。做悶了，他做悶了100件，件件真心，可天意如何，看不透。這句話比必死船讓人害怕。看不透就是不知道。不知道是死是活，不知道這3天是不是白費了，不知道那朵白色野花是秋娘留的信號船，是他自己的幻覺。更鼓又響了，此時沈長安滾身掹緊，像一張拉滿的弓，他等着，一炷香過去了，雜麼都未發生。又一炷香，船是雜麼都未發生，沒有鬼差來拿他，沒有陰風吹過，沒有任何異象。沈長安坐在那裡，滾身發抖。不知道是冷船是怕船是別的雜麼，他不敢動，他怕一動，雜麼就潰變了，他就那樣坐着，從子時坐到丑時，從丑時坐到人時。油燈的火苗跳了幾下，滅了，堂屋陷入黑暗，窗外天邊泛出一絲如土白，天快亮了，他活過來了。沈長安正要站起來，忽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，很輕很輕，不是一個人的腳步聲，是兩個人。沈長安滾身一震，盯着大門的方向，心跳如鼓。腳步聲越嚟越近，到了門口，停了。沈長安不敢動，他想起瞎眼柳說的最後一句話：做悶了，天意如何，我也看不透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站起來，一步一步走向大門，手放在門閂上，停了一息，然後他推開了門，晨光照進嚟，仿得他睜不開眼。等他看清了門外站着的人，腿一軟，扶住了門框。門外站着兩個人，一個是瞎眼柳，竹竿拄在手裏，跟第一天一模一樣，空洞的眼窩對他；另一個人，沈長安的呼吸停住了。那是一個女子，穿着一件藍布褂子，頭髮重重挽着，臉白得像紙，眼睛卻是亮的。他認識這張臉，他刻了3年的牌位，上面寫着他的名字林秋娘。沈長安的手指死死摳着門框，指節發白，他脹了張嘴，聲音像是從喉嚨最深處擠出來的。秋娘。女子微微一笑，眼中有淚。相公，你瘦了。沈長安站在門檻上，手死死摳着門框，指節白得像骨頭。他看着面前的女子，藍布褂子，重重挽着的頭髮，白得像紙的臉，亮得不像活人的眼睛，一模一樣。跟3年前躺在床上閉眼之前最後一面一模一樣。你不是？沈長安的嘴唇囉嗦着，話說不完整。他往後退了半步，後背撞上門板，發出悶響。他怕，不是怕鬼，是怕這個人是假的，是怕自己3天沒睡，餓糊塗了，精神出了問題，在門口看見了一個不存在的人，可他又那麼真，晨光照在他臉上，連鬢角碎髮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瞎眼柳站在旁邊，竹竿拄地，
怎麼也沒說，空洞的眼窩對前方，像一株泥像。沈長安的目光從林秋娘臉上挪到瞎眼柳身上，又從瞎眼柳身上挪回來。你到底？他吞了口唾沫。你是秋娘？算是。林秋娘沒回答。他抬起手，伸向沈長安。沈長安本能地往後縮了一下，他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手指微微發顫，眼裡的淚更濃了。相公，他輕聲說，你摸摸看。沈長安盯着那隻手他太熟悉了，右手虎口處有一道疤，是多年前切菜時留下的，當時血流了一案子，他急得團團轉。秋娘反倒笑着安慰他說不痛。無名指上有個小小的墨點，他幫他記賬時不小心擱上的，洗了很久都沒洗掉。這些細節他做了3年的夢都記得清清楚楚。可夢裡的手是涼的。沈長安伸出手，指尖碰到他的手背，溫的不是活人那種熱，也不是死人那種冰，是一種很淡的溫，像被太陽曬過的布，帶着一點暖意。沈長安的手指猛地縮回來，他抬起頭看着林秋娘的臉，他的眼睛裡有淚，淚在眼眶裡轉，沒有掉下來。你，沈長安的聲音啞得像沙子，你不是死了？林秋娘笑了一下，笑容很淡很苦。我死了3年了。那你先讓我進去。林秋娘看了一眼堂屋的方向，聲音忽然低了，小院在裡面吧？讓我看看他。沈長安未動，不是不想讓，是不敢。他怕這一切是假的，怕他走進去了，又像3年前那樣，突然就沒了。怕小院醒了看見娘，然後娘又消失。那對丫頭來說比從來沒見過船殘忍。瞎眼柳在旁邊開口了，聲音乾巴巴的。沈掌櫃，他是真的。天亮之前他就在借人了。我在巷子口陪他站了整整一夜，等你開門。沈長安轉頭看他，你說怎麼？只是一過，他就來了。瞎眼柳的竹竿在地上點了點。我算準了你佢開門，所以等着。他從哪嚟嚟的？瞎眼柳沉默了一個人，搖了搖頭。這個該他自己跟你說。我只能說，他不該出現在這人，但偏偏出現了。沈長安看了看瞎眼柳，又看了看林秋娘，然後他側過身，讓出了門口。林秋娘走進堂屋的時候，腳步很輕，像怕踩碎雜麼。堂屋裡光線暗，油燈滅了，只有窗縫透進來的晨光照着公桌，公桌上擺着他的牌位。忘妻林是秋娘之位。他站在牌位前，看了很久，這字，他忽然笑了一聲，聲音很輕，船是那麼醜。沈長安站在門口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他看着他的背影，瘦了，比3年前瘦了一圈，藍布褂子空燙燙的掛在身上，肩膀的線條比記憶裡單薄了苦多。林秋娘伸出手，手指輕輕碰了碰牌位上的字，指尖在秋娘2個字上停了一瞬，然後他轉過身，朝里屋走去。里屋的門虛掩着，他推開門，小院船在睡，消退了，呼吸平穩了，小臉還有點紅，但已經不是昨晚那種嚇人的滾燙了。他蜷在被子裡，手裡攢着沈長安的一根衣帶，大概是昨晚他坐在床邊時，小院找着不肯放的。林秋娘走到床邊，蹲下來，他看着女人的臉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後他伸出手，極輕極輕地摸了摸小院的臉，手指從額頭滑到臉頰，滑到下巴，眼淚掉下來了，無聲的，一滴一滴，掉在小院的枕頭上。沈長安站在門口，看着這一幕，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，他張了幾次嘴，什麼都說不出來。林秋娘擦了擦眼淚，把被子給小院掖好。他站起來的時候，腿有點發軟，扶了一下床沿才站穩。他長得像我。林秋娘轉過身，聲音帶着鼻音，比我小時候好看。沈長安終於擠出一個字。3年了。林秋娘看着他，你一個人帶他？難不難？沈長安沒回答。難不難？當然難。一個大老爺們帶着吃奶的丫頭，布裝的活人乾不了，飯也做不好。
小丸3歲那年冬天拉肚子，他急得半夜抱着他們陣找大夫，鞋都沒穿。後來大夫說沒事，他才蹲在大夫家門口哭了半炷香，但這些話他說不出口。還行，他說林秋娘看了他一眼，沒拆穿，兩人回到堂屋。瞎眼柳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了，院子裏空蕩蕩的，只有棗樹葉子在風裏沙沙響。沈長安把堂屋的門關上，又點了油燈，燈火亮起來，照着兩個人的臉。沈長安這才看清，林秋娘的臉雖然白，但不是那種死人的慘白，是有血色的，很淡的血色，像久病初愈的人。她的嘴唇也有一點紅，不像3年前臨終時灰白禁裂的樣子。但她的手，沈長安注意到，手指是亮的，指節微微泛青，像在冷水裏泡過很久。秋娘，沈長安坐下來，雙手站在一起，指節發白。你告訴我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明明已經死了。林秋娘替他把話說完，語氣很平靜，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。我死了3年了。那你今天我是回來船洋的。林秋娘看着他，但只有3天。沈長安愣住了。3天？3天之後我船是要走。林秋娘的聲音很輕，但每個字都清清楚楚。這是暗司判官准的。3天還洋，了卻塵緣。3天一過，我投胎去，再不回嚟。沈長安坐在那裡，像被人當頭澆了一盆冷水。3天，他剛找回嚟，就要再失去。為什麼？他的聲音發顫。為什麼是3天？林秋娘搖了搖頭，沒有直接回答。他站起身，走到供桌前，把牌位前的涼茶端起來，倒掉，換了一杯熱的。這個動作太自然了，自然得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家。沈長安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像被人用鈍刀子割了一下。相公。林秋娘把茶杯放回供桌上，轉過身。這3天你怎麼做了100件善事？怎麼散了家財？怎麼跪在趙鐵匠門口？這些事我都知道。沈長安一怔，你怎麼知道？因為這3天我一直跟着你。沈長安的呼吸停了一瞬。你送報的時候，我在報莊門口站着。你去捉彭耀竹的時候，我在灶台後面看着。你幫趙鐵匠稱大夫的時候，我跟着你騎馬跑了一夜。你把外衫脫給叫花子的時候，他的聲音讀了讀，我就在你身後。沈長安後背一陣發亮，他想起來了。第2天夜裡，院子裡的腳步聲，井台邊那朵白色野花，那朵花是我放的。林秋娘低下頭，我沒怎麼能給你的，只能讓你知道我在。沈長安的眼眶熱了，他別過頭，看向窗外，努力忍着。那小院發燒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聲音猛地拔高了。小院的燒是你弄的。林秋娘沉默了。沈長安站起來，胸口劇烈起伏。小院才7歲，你讓他發燒，你知不知道我差點？我知道。林秋娘抬起頭，眼眶紅了，但沒有退縮。相公，你聽我說，小院的燒不是我弄的，但也不是意外。怎麼意思？是暗司的考驗。林秋娘的聲音低了下去。你做的善事，暗司都記着，但到了第99件，判官要驗你的心。驗什麼？驗你是不是真心。林秋娘看着他，如果你最親的人命懸一線，你船肯不肯把最後一件善事做完？肯不肯把最後一點家底掏出來？肯不肯在最害怕的時候，船算擇善？沈長安愣住了，他想起昨晚小院發燒，他身無分文，手裏只剩一張地契，他可以把地契留着，去找別的法子湊藥錢，可以把最後一碗粥自己喝了，第2天再想辦法補上那一件善事，可以在趙鐵匠面前硬撐着不下跪，但他沒有，他選擇了把最後一樣東西交出去。你通過了。林秋娘說，聲音帶着一絲哽咽，所以只是一過，死劫燒了。你船活着。沈長安慢慢坐回去，他看着面前的亡妻，
忽然覺得腦子裏的東西太多了，攪在一起，理不清。3天，他旋陽3天，3天之後，他要走，去投胎，再不回嚟。而他活下來了，小丸也平安了，布莊沒了，銀子沒了，雜麼都沒了，但他活下來了。秋娘，他開口，聲音沙啞，這3天，你能留下來？林秋娘點了點頭，就3天，就3天。沈長安閉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。堂屋裏很安靜，油燈的火苗輕輕跳動。里屋傳來小丸翻身的動靜，含含糊糊喊了一聲爹，又睡過去了。沈長安睜開眼，看着林秋娘，她站在那裡，藍布褂子，重重挽着的頭髮，跟3年前一模一樣。可她的手是亮的，臉是白的，眼睛裡的亮光像隨時潰滅。她不是活人，她是借了3天陽壽回來的。沈長安站起來，走到她面前，秋娘，她說，聲音很輕，像怕驚動雜麼？這3天，你想做雜麼？林秋娘看着他，眼淚終於掉下來了。我想給小丸做一毒飯，我想去鎮外的山坡上看看花，我想跟你坐一個人。他說完最後一個字，低下頭，肩膀輕輕抖動。沈長安站在他面前，伸出手，猶豫了一下，然後輕輕搭在他的肩上。他的肩膀很薄，骨頭割手。好，他說。這時里屋傳來一陣蟋蟀的響動，小丸醒了，他揉着眼睛從床上爬起來，踏着小孩走到堂屋門口。他先是看見了爹，然後目光往旁邊一移，看見了林秋娘。小丸愣住了，他站在門口，揉眼睛的手停在半空，嘴巴脹得圓圓的。他盯着林秋娘看了好一會兒，像是在確認雜麼，然後他的眼眶一下子紅了。娘，聲音很小，帶着不確定，帶着3年來的思念，帶着7歲孩子所有說不出口的委屈。林秋娘蹲下來，張開手，小丸像一顆小炮彈一樣衝過嚟，撲進他懷裡，嚎啕大哭。娘，娘，你回來了，娘。林秋娘緊緊抱住女人，眼淚掉在小丸的頭髮上，她的手在小丸背上一下一下地拍着，嘴唇貼着女人的頭頂，聲音斷斷續續。娘回來了，娘回來了。沈長安站在旁邊，看着母女倆抱在一起哭，他的眼淚終於沒忍住，他別過頭，抬手擦了一把臉，手背上的傷口滲到眼睛，痛得他吸了口涼氣。小丸哭了好一會兒，抬起頭，小手摸着林秋娘的臉，鼻涕眼淚糊了一臉。娘，你不走了吧？你別走了好不好？林秋娘擦了擦女人臉上的淚，笑了一下，笑容很溫柔，但眼睛裡的光暗了一瞬。小丸，她說，娘能陪你3天，3天，3天夠了。小丸急切地說，我不貪心，3天就3天。林秋娘把女人重新留進懷裡，下巴擱在小丸頭頂，閉上眼睛。沈長安看到，她咬着下唇，淚水從閉着的眼角滑下來。3天，今天是第1天。小丸哭夠了，趴在林秋娘懷裡睡着了。7歲的孩子，折騰了一夜高燒，又經歷了這麼大的刺激，撐不住也是正常的。林秋娘把他抱回床上，動作輕得像捧着一碗水。她給小丸脫了鞋，塞好被角，在床邊坐了一個人，伸手理了理女兒額前的碎髮。沈長安靠在門框上看着這一幕，心裡倒得慌。這畫面他夢了3年，每次夢醒，床上空空的，身邊也是空的。現在畫面就在眼前，可他知道只有3天。林秋娘從里屋出來，輕輕帶上門，兩人在堂屋坐下。沈長安給他倒了杯熱水，他下意識的動作，倒完才想起來，他不是活人，不知道喝不喝得動。林秋娘接過杯子，捧在手裡，沒有喝。他低頭看着杯子裡的熱水，熱氣往上飄，模糊了他的臉。相公，他開口，該跟你說說怎麼回事了。沈長安坐直了身子，點了點頭。林秋娘沉默了一個人，像是在整理思緒。窗外的晨光已經大亮了，院子裡有麻雀嘰嘰喳喳叫。3年前，他說，我死的那天，你船記得嗎？
沈長安的手指拳了一下，記得那天早上我燒得怎麼都看不清了，但我能聽見林秋娘的聲音很平，像在說別人的事。我聽見你坐在床邊喘粗氣，你握着我的手，手心全是汗。你想說怎麼，嘴脹了幾次，沒說出來。沈長安低下頭，我那時候已經說不出話了，但心裏船清楚。林秋娘看着杯子裏的水，我在想，相公愧不愧把小丸帶好，愧不愧給她梳頭，愧不愧在她生病的時候得花剪。沈長安的喉嚨動了動，沒說話。後來我就怎麼都不知道了。林秋娘說，在醒過來的時候，我站在一個很大很暗的堂屋裏，堂屋中間坐着一個人，穿着黑袍子，臉看不清。旁邊有一個人在翻冊子，翻得嘩嘩響。暗司，判官殿。林秋娘的手指在杯壁上輕輕挖了一下。判官翻着冊子跟我說，林秋娘，楊壽本該船有42年，但因夫君沈長安刻薄吝嗇，你罰業3天不肯稱大夫，延至死。你的死是他一手造成。沈長安的身子猛地一僵，他想過無數次，如果當初花了那2兩銀子，秋娘是不是就不愧死？但這個念頭每次冒出來，他都潰壓下去，用各種理由說服自己。那時候手頭緊，那時候也不知道會這麼嚴重。那時候判官旋說了一句話，林秋娘抬起頭看着他，他說，沈長安命中有一樁死劫，3年後子時當死，這是他刻薄成性，見死不救的果報。沈長安的手攢緊了膝盒上的布料，我當時就慌了。林秋娘說，我不想死，可我更不想你死。小丸才4歲，沒了娘，再沒爹，他怎麼活？所以我跪在判官殿前，求了3天3夜。沈長安抬起頭，3天3夜？不吃不喝，不站起來。判官不理我，我就跪着，跪到第3天，判官終於開口了。他說，林秋娘讀了讀，聲音壓低了，像是怕被怎麼東西引見。天道有規，3日百善，真心實意，可抵一死劫。但須有人間引子，點化其人，否則死劫將至，本人滾然不覺，無從做起。引子，沈長安喃喃道，你是說瞎眼柳？林秋娘點了點頭，瞎眼柳不是一般人。林秋娘放下杯子，聲音放輕了。他本名叫柳青州，10年前是個窮書生，進京趕考的路上斷了盤箭，臥倒在路邊，快要死了。沈長安皺了皺眉，這段事他不知道。那天我回娘家，路過那條路，看見他倒在溝邊。林秋娘說，他瘦得跟柴火棍似的，臉灰白，嘴唇都裂了。我籃子裏有一碗粥，是給我爹帶的，我端出來餵了他，又從嫁妝剪裏摸了2兩銀子菜給他，讓他路上用。沈長安忍着，心裏說不出怎麼滋味。秋娘生前就是這樣的人，大方心軟，誰有難處他都幫。他以前嫌他敗家，為這事人吵過好幾回。後來他考沒考上我不知道，也沒再現過。林秋娘說，但他記住了我。後來他眼睛瞎了，不知道怎麼瞎的，學了算命術，在江湖上走動。他一直想找我傳恩，但等到的是我的死訊。他知道我死了之後，在我墳前燒了3炷香，說此生恩情無以為報。林秋娘的聲音輕了下去，我在陰司都看見了。3年前你死之後，他繼續說，我的魂魄不肯走。判官說我有執念，可以暫留陰司，但不能超過3年。3年一到，必須投胎，不得延誤。執念。沈長安抬眼看他，林秋娘的目光躲了一下，然後對上了他的眼睛。我放不下你和小丸，他說，聲音很輕，不是恨。恨的話，我早就走了。是放不下。我怕你越來越刻薄，我怕小丸受委屈，我怕你那天出了事，小丸就真成了孤人。沈長安的鼻子一酸，別過頭去。
這3年，我一直在暗思等。林秋娘說，等你的死劫到。我知道他一定會來，判官早就定了。我只能等到死劫前3天，託夢給柳青州，讓他去找你。你託夢給他了？3天前的夜裡，我入了他的夢，告訴他，因人丈夫沈長安3日後子時當死，唯有3日百戰可破，稱他假借算命之名，點化於你。沈長安這才明白，為什麼瞎眼柳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秋娘的名位，知道得那麼清楚，不是面相上看出來的，是秋娘告訴他的。那周半仙呢？沈長安忽然問。我第2天去找周半仙驗證，他也說我命懸。他也是你安排的？林秋娘搖頭。周半仙跟柳青州不認字，我也沒有託夢給他，他是真看出來的。你身上那股死氣是實打實的，遮不住，任何有真本事的人都看得見。沈長安沉默了。2個算命先生，一個託夢點化，一個獨立驗證，一前一後，把他逼到了不得不信的地步。秋娘，他忽然問，這3天跟着我，你都看見了什麼？林秋娘沒有馬上回答，她站起身，走到窗邊，背對他。窗外的光打在他身上，沈長安看見他的肩膀微微顫了一下，什麼都看見了。他的聲音很輕，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嚟。看見你第1天貼告示送報，老孫頭不信你，照鐵匠罵你。看見你站在竹棚後面繞竹，有人嫌竹稀。看見你光着腳在街上走，把手上的水泡磨破了。看見你爬屋頂差點摔下來。看見你脫了衣裳給叫花子，自己凍得發抖。他轉過身，眼眶紅紅的。看見你把鞋脫了給那個小男孩。看見你把最後一碗粥讓出去，自己餓着。看見你把布裝的地契拿出來。他的聲音斷了。他低下頭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。相公，你知道那塊地契值多少錢嗎？知道。沈長安說，至少50兩。你3年的布裝，起早貪黑，一個銅板一個銅板賺的。你就那麼拿出來了。小院在發燒。沈長安說，聲音很平。你當年發熱，我捨不得花2兩銀子。這次我不捨不得了。林秋娘的眼淚掉下來了，她沒有擦，任由淚水順着臉頰往下流。這3年我在陰思，每天都在想同一件事。她說，如果當初你得那2兩銀子，我是不是就不用死？小院是不是就不用未有娘？我們一家3口是不是船好好過日子？沈長安沒有說話，因為他也在想同樣的事。想了3年，但這3天，林秋娘抬起頭，我看見你變了。我看見你給窮人送報的時候，手在抖，但你沒縮回去。我看見你跪在趙鐵匠面前的時候，膝合合在石板上，你沒猶豫。我看見你把地契拍在藥鋪櫃台上的時候，手抖得厲害，但你拍下去了。你不是做樣子，你是真心的。他走到沈長安面前，蹲下來，跟他平視。相公，這3天你做的不是100件善事，你做的是船債。沈長安的嘴唇抖了一下，船你欠我的，船你欠小院的，船你欠你自己的。沈長安終於沒忍住，他低下頭，用手捂住臉，肩膀一聳一聳的，他哭得很壓抑，沒有聲音，只是肩膀在抖。做了10年掌舉的人，在鎮上從來都是板着臉，挺着腰。他習慣了把所有情緒壓在秤砣底下，壓在賬本裏，壓在算盤珠子後面，但此刻他壓不住了。林秋娘伸出手，輕輕搭在他的手背上，他的手是涼的，但沈長安沒有縮。船有一件事，林秋娘等他平復了一些，才開口，小院發燒的事，我得跟你這事清楚。沈長安抬起頭，眼睛紅得嚇人。我說了，那是暗思的考驗。林秋娘說，你做到第99件的時候，判官要驗你的心。驗什麼？驗你是不是在最害怕的時候，船能選線。林秋娘看着他，
你想想，小丸發燒的時候，你手裏旋有雜麼？沈長安想了想，地契，對，地契是你最後的底，你可以留着地契，去找別的法子湊約展，你可以把最後一碗粥自己喝了，第100件善事第2天再補，你可以在最害怕的時候先保自己，但你沒有，你把地契交出去了，把最後一碗粥讓出去了。在女人命懸一線的時候，你選擇的不是先保自己，而是先做最後一件善事。林秋娘的聲音有些乏顫，這就是判官要驗的東西，善事的真假，不在平時，在危難。平時送匹布、撕碗粥，誰都能做，但在自己最親的人快不行的時候，船能不能把最後一口糧分給別人，這才是真假。沈長安零零地坐着，他想起昨晚小丸發燒，他身無分文，手裏只剩一張地契和一碗粥，他可以留着地契，可以先慰自己，但他沒有，不是因為他偉大，是因為他怕重蹈覆轍，怕小丸走秋娘的老路，怕再因為一個捨不得失去最親的人。3年前他捨不得2兩銀子，失去了秋娘，這一次他怎麼都不想捨不得了，所以考驗通過了。林秋娘說：死劫燒了，只是一過，你船活着。沈長安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吐出來。那船洋3天呢？他問：這又是怎麼回事？林秋娘沉默了一概人，這個不是我求來的。怎麼？死劫燒了之後，我在陰司的執念也就散了。按規矩，我應該立刻投胎。林秋娘低下頭，但判官說了一句話，他說：林秋娘，你3年不散的執念，保了一條命，這在天道冊上算一樁功德。依規矩，准你船洋3日，了卻塵緣。就3天，就3天。林秋娘抬起頭，看着他。3天之後，我投胎去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畜生，可能是一棵樹，一朵花，我不知道，但不愧再是林秋娘了。沈長安的喉裂上下動了動，他看着面前的人，他的臉在晨光裏白得透亮，像一張薄紙，好像風一吹就潰散。秋娘，他說，聲音啞得不行。第一天，今天算第一天。林秋娘點了點頭，笑了一下，笑容很淡，帶着苦。現在是辰時，從現在算起，到後天辰時，整整3天。沈長安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院子裏棗樹的葉子黃了大半，風一吹就往下掉。井台邊上，那朵白色野花懸在，花瓣已經蔫了，耷拉着頭。他轉過身，那這3天，你想做什麼？林秋娘想了想，我想給小丸做一毒飯。他長這麼大，沒吃過我做的飯。我想去鎮外的山坡上看看花。我活着的時候，每年秋天都去，3年未去了。他停了一下，聲音低了下去。我船上跟你坐一概人，就說說話。沈長安點了點頭，好。林秋娘站起來，走向廚房。路過公桌的時候，他停了一步，看了一眼自己的牌位。相公，他說，沒有回頭，這牌位先收了吧。為什麼？活人不需要牌位。他的聲音帶着一點笑意。等我走了再擺。沈長安走過去，把牌位拿起來。松木板很輕，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。他忽然覺得這3年好長，長到他幾乎忘了秋娘的聲音，秋娘的樣子，長到他習慣了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帶小丸，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堂屋裏坐着。可他一回來，那些忘掉的東西全都衝回來了，像開了閘的水。沈長安把牌位放進櫃子裏，關上舉門。堂屋裏，林秋娘已經係上了圍裙，在灶台前忙活了。鍋碗瓢盆叮叮當當響，水燒開的聲音咕嘟咕嘟的，這聲音3年沒在這個家裏響過了。沈長安靠在廚房門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鼻子一酸，他忽然想起瞎眼柳第一天說的話：做滿了，天意如何，
我也看不透。現在他看透了，天意不是讓他死，也不是讓他活，天意是讓他船欠秋娘的，船欠小丸的，船欠自己的3天。船剩2天半，沈長安擦了擦臉，走進了廚房。秋娘，我幫你燒火。林秋娘回頭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，你去燒火？上次你燒火，把鍋底燒穿了。那我嚟切菜。你切菜跟劈柴似的。那我打下手。遞個鹽，端個碗，總行吧。林秋娘笑出聲來，那笑聲很輕，像3年前一樣。行。你站那人別動，別添亂就行。沈長安老老實實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切菜、和麵、燒水，灶台上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影着2個人的影子。第一天，林秋娘做了4個菜：醋溜白菜、紅燒豆腐、蒸蛋羹，船有1碟子鹽水花生，都是家常菜，不值幾個錢，但灶台上叮叮當當忙活了整整1個時辰。沈長安蹲在灶口燒火，手忙腳亂的，火大了他喊抽柴，火小了他喊吹氣，他被芝士得團團轉，比在報章招呼客人旋淚。你這人3年了，連火都不會燒。林秋娘端着菜往堂屋走，回頭睜了他一眼，這3年都是小丸燒的。沈長安散散地說。林秋娘的腳步讀了一下，沒有說話。小丸是被飯菜的香味勾醒的，他迷迷糊糊地從床上爬起來，踏着鞋走到堂屋門口，看見桌上的菜，又看見站在桌邊的林秋娘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娘做的飯？快洗手，趁熱吃。小丸洗了手，爬上凳子，他先夾了1筷子蒸蛋羹送進嘴裡，嚼了2下，忽然停下來，嘴唇一撇，眼淚啪嗒啪嗒掉進碗裡。怎麼了？林秋娘蹲下來，不好吃。小丸搖頭，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。好吃。我就是怕吃完了就沒有了。林秋娘把女危溜過來，輕輕拍着她的背。有呢？明天船有，後天船有，娘給你做3天。小丸抹了把淚，用力點頭，又埋頭吃起來。這回吃得飛快，腮幫子鼓鼓的，像隻小松鼠。沈長安坐在對面，夾了1筷子醋溜白菜，酸的、甜的，鹹淡正好。他想起一件事，林秋娘活着的時候，每天做飯，他從來不說好吃，有時候嫌菜鹹了，有時候嫌油多了，有時候嫌他做的菜不如隔壁館子。秋娘聽了也不惱，只是笑笑。第2天照樣做，現在他吃了一口，想說好吃，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，不是說不出口，是覺得這3個字太輕了，輕得配不上3年。相公，林秋娘給他碗裡夾了塊豆腐，吃飯別走神。沈長安低頭扒飯。小丸忽然說：爹，你哭了？沒有，飯太燙了。飯是涼的。吃你的飯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丸就拉着林秋娘的手往外跑。娘，去山坡。爹說去山坡看花。沈長安跟在後面，手裡敷着個籃子，裡面裝了2個饅頭、1壺水，布裝沒了，銀紙沒了。這毒野餐的家當是跟陣嬸借的。鎮外的山坡不遠，走半個時辰就到。秋天了，滿坡的白色野花開了，一朵一朵小小的，不起眼，但漫山遍野連成一片，像落了一層薄雪。林秋娘站在坡頂，風吹過嚟，花瓣和頭髮一起飄起來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閉上眼睛。3年了。她說：我以為再也看不到了。小丸在花叢裡跑來跑去，追一隻蝴蝶，笑聲洗了一波。沈長安和林秋娘並肩坐在坡上，看着小丸跑。風從遠處吹來，帶着泥土和花草的味道。遠處是青石鎮的屋頂，炊煙裊裊，像一幅畫。2個人坐了一個人，誰也沒說話。船是林秋娘先開口：相公，你知道我那天最恨你的是什麼嗎？沈長安的身子僵了一下，他知道他說的是那天捨不得花展清大夫。他低着頭說。林秋娘搖頭：不是。
沈長安抬起頭，看着他，是你稱了大夫之後，我在床上燒了3天，你都沒跟我說過一句軟話。林秋娘看着遠處，聲音很輕，像怕驚動風裡的花。你忙着算賬，忙着看報紙，偶爾回來看我一眼，說的是今天賺了多少錢，那批布肉出去了。沈長安的喉裂動了動，我燒得迷迷糊糊的時候，就想聽你說一句話，哪怕一句，秋娘別怕，我在這人，就這一句就夠了。他轉過頭看着沈長安的眼睛，可你沒說。我走的那天早上，你握着我的手，嘴脹了幾次，怎麼也沒說出來。沈長安的眼眶紅了，他脹了張嘴，喉嚨像被怎麼堵住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不心痛，林秋娘說，你就是不會說，你這個人心裡有10分，嘴上說1分。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壓在算盤珠子底下，壓着壓着就忘了怎麼開口。沈長安低下頭，看着地上的白色野花，花瓣被風吹得微微搖晃，像在點頭。可人活着，不能光算賬。林秋娘的聲音帶着一絲哽咽，有些話你不說出來，對方就不知道。你以為他懂，他不一定懂。你以為來日方長，可來日不一定方長。沈長安的眼淚掉下來了，他這輩子在鎮上從來沒哭過，做生意虧了沒哭，被挑鐵匠罵沒哭，3天做100件善事累到散架也沒哭。但此刻秋娘這幾句話像一把鈍刀子，一下一下割開了他壓了3年的東西。林秋娘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，他的手是涼的，但沈長安這次沒有縮，他反手握住了他，握得很緊，現在握住了。林秋娘笑了，眼淚掉了下來，夠了。遠處小遠追蝴蝶追到坡那頭，回過頭衝他們喊，爹娘快來看，這裏有好多花。沈長安擦了把臉，站起來，林秋娘也站起來，兩人牽着手朝小院走過去。3個人在花叢裡坐了一下午，小院編了個花環戴在頭上，又編了一個給林秋娘，旋要給沈長安編。沈長安說大男人戴怎麼花環，小院不管他，硬是扣在他腦袋上。林秋娘笑得前仰後合，好看好看，你戴花環比戴瓜皮帽好看。沈長安摸了摸頭上的花環，沒摘，夕陽把整個山坡染成金色。3個人坐在那裡，影子拉得老長，像一幅畫。小院玩累了，趴在林秋娘懷裡睡着了。林秋娘抱着他，輕輕晃着，嘴裡哼着一首小調。沈長安聽出來了，是秋娘生前哄小院睡覺時哼的。他坐在旁邊，聽着那首小調，看着天邊的雲一點一點變紅、變紫、變暗。第1天過去了，第2天也過去了，船剩最後1天。第3天清晨，沈長安是被廚房的響動弄醒的。天船沒全亮，窗子透着灰蒙蒙的光。他側耳聽了聽，是鍋碗碰撞的聲音，船有水燒開的咕嘟聲。他翻身下床，走到廚房門口，林秋娘站在灶台前，繫着圍裙，正在揉麵。他的動作很輕，怕吵醒人，頭髮重重挽着，睡髮垂在臉側，跟3年前每一個清晨一模一樣。沈長安靠在門框上，看了他很久，你怎麼起這麼早？林秋娘沒回頭，給你煮麵，煮什麼麵？你最愛吃的陽春麵，餓2個荷包蛋。沈長安的鼻子一酸，他最愛吃陽春麵餓荷包蛋。秋娘活着的時候，每逢他生日或者報章賺了錢，他就早起煮一碗麵條筋道，燙清亮，蛋煎得兩面金黃，澆一著醬油，撒一把蔥花。3年了，未人給他煮過，今天是第3天。沈長安的聲音有些乏顫。林秋娘的手讀了一下，繼續揉麵。過了一會人，他點了點頭，今天辰時就到了。沈長安站在門口，腿有點軟，他想說點怎麼，別說走，別走，再留1天就1天，可這些話倒在喉嚨裡，一個字也吐不出來。3年前他也是這樣，握着秋娘的手，嘴脹了幾次，怎麼也沒說出來。這回不能再這樣了。秋娘，他開口，聲音啞得拉開。
我有話跟你說。林秋娘停下手裏的活，轉過身，她的臉在灶火的映照下微微泛紅，眼睛亮亮的。沈長安張了張嘴，喉裂上下動了動，他攢了攢拳頭，指甲插進掌心，痛。然後他說出來了：3年前你發燒那天，我應該陪着你，不該忙着算賬。你讓我倒碗熱水，我說忙着呢。那句話我記了3年，我每次想起來都想抽自己。你燒了3天，我沒跟你說過一句軟話。不是不想說，是不知道怎麼說。我這個人心裏有10分，嘴上1分都倒不出來。你死的那天早上，我握着你的手，想說別怕，我在這人。可我嘴脹了幾次，沒說出來。他吸了口氣，聲音抖得厲害。後來你就走了，我一直想，如果那天我說了，你是不是就能走得安心一點？林秋娘的眼淚掉了下來。今天你又走了。沈長安的聲音越來越低。這回我不能再不說，秋娘別怕，我在這人，以後小院有我，你放心。林秋娘捂住嘴，肩膀劇烈地抖動，她蹲下來，蹲在灶台旁邊，眼淚從指縫裏流出來。沈長安也蹲下來，伸手把她摟住，兩個人蹲在灶台旁邊，灶火還在燒，鍋裏的水旋在翻滾。相公。林秋娘的聲音悶在他懷裡，你說出來了。我等這句話等了3年。我知道。對不起。林秋娘哭了一個人，抬起頭，擦了擦臉，笑了一下，笑容裡有淚，有釋然，有一點苦。麵船沒煮呢？他站起來，重新揉麵。沈長安也站起來，站在旁邊看着他。麵煮好了，盛在碗裡，陽春麵，燙清亮，餓2個荷包蛋，澆一著醬油，撒一把蔥花，跟3年前一模一樣。林秋娘把碗端到堂屋桌上，把筷子遞給他，趁熱吃，涼了不好吃。沈長安端起碗，手在抖，他挑了一筷子麵送進嘴裡，麵條筋道，燙閃，蛋嫩，蔥花香，好吃。好吃得他眼淚掉進了碗裡。好吃，他說，這回說出來了，那就多吃點。林秋娘坐在對面，托着腮看他，像3年前每一個清晨一樣。小婉醒了，由着眼睛出來，看見桌上的麵，也讓着要吃。林秋娘又煮了一碗，餓了一個蛋。小婉坐在沈長安旁邊，父女倆一起吃麵，吸溜吸溜的聲響了一屋子。林秋娘坐在對面，看着他們吃，他沒有吃。他吃不了陽間的東西，但他看着父女倆吃得滿頭大汗，笑得眼睛彎彎的。辰時快到了，小婉不知道辰時是怎麼意思，他只知道娘說要走了，就開始哭。娘，你別走。林秋娘蹲下來，給小婉梳頭，她的手很穩，一縷一縷地梳，編了2個小辮子，用紅繩紮好。小婉，娘不走遠，娘去天上了。天上在哪裡？在你抬頭能看見的地方。林秋娘把小婉臉上的淚擦乾淨。以後你想娘了，就抬頭看看天。白天有太陽，晚上有月亮，娘就在那後面。小婉秋秋熱熱地點頭。那娘能看見我嗎？能，娘怎麼都看得見。你吃飯、睡覺、念書、長大，娘都看得見。那得要是對我不好呢？你就在院子裡喊一聲，娘聽得見。小婉又哭了，撲進林秋娘懷裡。林秋娘緊緊抱住她，下巴擱在女人頭頂，閉上眼睛。沈長安站在旁邊，看着這一幕。他的手賺得指節發白，嘴唇抿成一條線。林秋娘把小婉帶給沈長安，沈長安接過女人，小婉趴在他肩膀上，臉埋在他脖子裡，哭得一抽一抽的。林秋娘站起來，走到院子裡，晨光照進嚟，金燦燦的棗樹上的葉子落了大半，剩下的幾片在風裡打着旋。他站在院子中間，回頭看了沈長安一眼，相公，報莊沒了可以再開，銀子沒了可以再賺，人沒了就真沒了。
沈長安的鼻子一酸，點了點頭，以後別再算計了。林秋娘笑了，你算不過命的。小遠的親是你將來別挑三揀四的，人家小伙子好就行。你自己也別太省了，該吃吃，該喝喝，別光賺錢不花錢，賺一堆銀子有什麼用？沈長安想笑，沒笑出來。林秋娘看着他，眼裡的光越來越亮，亮得不像活人。相公，謝謝你。謝什麼？謝謝你最後那句話。他的聲音輕了下去，像風吹過花叢。別怕，我在謝人。這句話夠了。晨光越來越亮，林秋娘的身影開始變淡，從腳開始，像水裡的墨一樣，一點一點化開。她的藍布褂子，重重挽着的頭髮，白得像紙的臉，都在光裡慢慢透過去，變成一團淡淡的影子。小遠從沈長安肩膀上抬起頭，看見娘在變淡，尖叫了一聲，娘。林秋娘伸出手，朝他們揮了揮，手指已經透明了，光線從指縫裡穿過去。小遠，娘在天上看着你。相公，他的聲音已經很遠了，像冲山的另一邊傳過來，好好活着。然後他不見了，院子裡空了，晨光鋪了一地，棗樹的影子歪歪斜斜。井台邊上那朵淹了3天的白色野花，忽然直了直腰，花瓣重新舒展開來。沈長安站在那裡，懷裡抱着小遠，小遠哇哇大哭，掙着要下地去找娘。沈長安把她留緊了，聲音啞得不像自己。小遠，不哭，娘說了，在天上看着你呢。小遠哭了一個人，抬起頭，淚眼模糊地看着天，天很藍，雲很白，太陽暖洋洋的。他吸了吸鼻子，衝着天喊了一聲，娘，我看見你了。沒有回應，但風從山坡那邊吹過嚟，帶着白色野花的香氣，輕輕拂過兩個人的臉。沈長安把臉埋在女人肩膀上，閉上了眼，碗裡的麵船是熱的。尾聲：3年後，青石鎮永安街上，沈記布莊的招牌摘了，換了一塊新匾，長安藥鋪。藥鋪不大，3間門面。藥舉是沈長安自己打的，手藝粗糙但烈實。藥鋪門口掛着一副對聯，是信先生幫寫的，字端端正正。無剪者免費找藥，有病者及早嚟醫。沈長安穿着粗布褂子，站在櫃台後面清藥。他比3年前瘦了一圈，但精神頭足，臉上有了笑容。手掌上的傷疤早就好了，但留下了2塊硬件，那是做善事磨出來的。他說不礙事。小遠10歲了，每天放學回來幫爹曬藥、掃藥包。他長得越來越像林秋娘，走路的樣子、說話的語氣一模一樣。趙鐵匠跟沈長安成了朋友，跳舞的身體養好了。逢年過節總讓兒子給沈長安送2個熱饅頭。趙鐵匠不好意思，沈長安說：饅頭我收了，藥錢你大娘的船沒給呢？趙鐵匠說：你不是說了免費嗎？沈長安說：藥免費，饅頭不免費，拿饅頭抵。兩人笑了半天。周半仙偶爾嚟藥鋪坐坐，喝杯茶。有一次聊起瞎眼柳，周半仙說：那個瞎眼老頭再沒來過青石鎮。有人說在隔壁縣見過他，給一個孕婦算命，說母子平安，1文錢沒收。沈長安笑了笑，他不是那種人。什麼人？欠了人情，船完了才走的人。每年清明，沈長安都帶着小遠去鎮外的山坡上，他不燒紙，不放炮，只在林秋娘墳前放一碗陽春麵，餓2個荷包蛋，撒一把蔥花。小遠每次都跪在墳前放一朵白色野花，然後抬頭看看天，爹娘看見了嗎？看見了。後來鎮上的人把這件事傳成了一句俗話：3日百善改命格，1碗熱麵贖平生。有人說這是編的，哪有死而復生的道理？也有人說這是真的，長安藥鋪的沈掌櫃親口講的，千真萬確。信不信由你，但你要是路過青石鎮，去永安街上那家藥鋪看看，門口的對聯字跡斑駁了，沈掌櫃也不肯換。你要是問他為什麼，他卻笑笑說：留着呢。
每句話都是一個人拿命換來的，捨不得換。